又買玩具，就嚟連我坐嘅位都冇啦。你唔執好啲嘢，唔好再買玩具啊！唔驚，我有隨傳屋。其實每一次買玩具，除咗諗點樣可以擺得件玩具靚之外，我仲要諗下個盒點樣處置。終於嚟啦！專人上門服務 Hello，Spacebox 嚟派箱嘅。收件、入倉，全程專人幫手，唔使出門口都可以輕鬆存倉，免費提供全取箱、紙箱、膠箱，通通唔使買。啲箱仲要好實淨，自家運輸團隊多年上門運送經驗，確保貨物安全。每月只需200幾蚊就解決到好多空間不足嘅問題啦！